大家好，今日同大家攻略 Generation Tower 19層。今次唔用限定機同人，淨用開發機同普通 UR 人。先睇睇隊伍先。今次過關嘅主力一定係 Freedom 自由高達，高輸出又有 Map 炮清場，更甚係部機容易做出嚟。另一部呢，就係 New Gundam， 高火力射程遠，配合支援機，輸出高又保命。建議大家資源夠嘅話，可以做2部。我今次呢，就用 Double Z， 都係一個幾唔錯嘅選擇。今次唔落盾機，因為要確保支援輸出夠力，所以用迴避技當盾用，偽盾打法。咁開始啦！呢關嘅細節位好多，企位、分工、擊殺順序都需要規劃。先由左手邊開始，呢邊一開始，所有機要開加攻技。Zeta 高達開埋迴避技，準備令對手攻擊中斷。呢波一定要擊殺2隻盾機同埋中間嗰部支援機，等部惡魔審判者攻過嚟再中斷。上下2隻支援機殺唔到都冇所謂，等敵方回合反擊再殺都得。終わりだ。争う。私の邪魔をするな。私の邪魔をするな。下面呢度先殺其中1隻小兵，等布達里魯巴魯迪可以有第2回行動。殺咗小兵之後，達里魯巴魯迪向上行入盾區，開技等部魔靈過嚟防禦支援，減佢防。之後，我哋嘅小兵盡量企加攻區，再攻擊敵機。最後到右手邊最上同最下嘅敵機係唔會觸發防禦支援，我哋用2部自由高達擊殺之後就開迴避技，再用 Map 炮清晒啲小兵同打到布防機底血。白卡一定要企喺自由高達後面，呢波打唔打得中敵人並唔重要，保住條命先。このしぶとさだけは認めねばなるまい。捕らえた。師傅先殺教下呢部敵機，開迴避技之後，再上去執埋部盾機。咁打係要確保部水星會向右邊行，
再用迴避技中斷佢嘅行動，留最後回合殺。流星正義開 map 炮清埋場。進めば2つ。敵方回合有支援反擊就用，唔需要留技。小冰機有加攻位，就企上去，殺得幾多得幾多。白卡先企落可以打到兩部機嘅位置，方便一陣支援攻擊。動きが見える。一定要放未用迴避技嘅嗰部 Freedom 喺水星面前打斷佢嘅進攻，消耗咗迴避技嘅嗰部自由，就待機。流星正義開迴避技，準備做偽盾。呢波開始，所有機開始向中間移動，支援下回合擊殺水星。支援機唔打，淨做支援就夠，行到可以照射到兩部敵機嘅範圍就得。部鳥開架攻打部鐵騎高達，清完之後再打埋部惡魔審判者。
終わりだ。私の邪魔をするな。Double set 執埋部惡魔審判者，之後開回避技，行到最近地圖中間位置，準備中斷敵機行動。進めば2つ。所有支援機全部移到可以見到風鈴高達嘅範圍。要開加工加鎖敵距離技。このままでは終わらん。最後大家圍攻部水星就過關。私から逃げられる。ここで止まるわ。このまま直撃させる。今日段片就到呢度，我哋下條片再見。